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Anson， 我係 Angela。首先睇返今集嘅個案，投訴人為佢當時只有22個月大嘅女女投保咗危疾保險。投保後3個月，女女被評估患有發育遲緩同埋自閉症譜系障礙。於是投訴人就根據保單入面嘅兒童危疾保障自閉症項目，對保險公司提出索償。但係保險公司喺調查嘅期間發現，投訴人喺保單生效2個星期之後，已經帶女女去做心理評估。而根據投訴人自己提供嘅資料，佢嘅女女喺18個月左右啦，已經出現缺乏眼神交流同埋叫佢個名咧都冇反應等等嘅情況。保險公司認為女女喺投保之前其實已經出現咗相關自閉症嘅症狀，而根據保單入面之前已存在病症嘅不保事項條款，就拒絕咗佢哋嘅索償申請。投訴人當然唔同意，所以就向保險投訴局投訴。俾3秒大家估下，今次嘅投訴成唔成功呢？今次嘅投訴結果係失敗嘅，關鍵就在於保單條款當中對之前已存在病徵嘅定義。Anson 啊，咁呢條條款究竟係咩嚟嘅呢？咁根據保單條款，之前已存在病症就係代表我喺投保之前已經患有或者醫緊任何身體狀況或者嘅疾病。咁根據投訴委員會詳細考慮過所有資料之後，認為女女呢個自閉症嘅狀況咧，大概喺佢半歲嘅時候已經出現啦，所以就屬於一個已知嘅情況。所以投訴委員會認為，女女喺保單生效之前已經出現咗同自閉症相關嘅病徵，保險公司將佢嘅病況界定為之前已存在病徵，拒絕賠償，理據係充分嘅。最終投訴委員會裁定保險公司係唔需要作出任何賠償嘅。所以提大家，大部分嘅醫療保險同危疾保險都有之前已存在病症嘅條款。喺審理呢類個案嘅時候，關鍵係有冇足夠嘅證據去證明有關嘅病症同疾病喺投保之前已經存在。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有關於之前已存在病症嘅任何資訊，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我哋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暫時講到呢度啦，下集再見，拜拜。